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。申命記11章13節。你們若留意聽從嘅原文係你們若 Shama Shama， 中文翻譯就加上留意去強調聽從。Shama 嘅意思好多，包括聆聽、聽見、遵行、尊重、留意、理解等等，用嚟描述如果神所指示嘅，就要照着去辦。重複呢一個字就好似加上咗驚嘆號，表達咗唔單止係聽過就得，而係高聲呼喊、注意同照辦。除此之外，連接詞嘅字意係若。神嘅指示其實附帶住條件，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，亦都即係話，如果你唔滿足呢一項條件，就唔使指望神所應許嘅拯救啦。主說：若你們留意聽從，我就給你們繁榮、安全同滿足。的確，除咗神，仲有邊個能夠賜下雨水，使到莊稼生長，滿足人一切需要呢？仔細諗下，冇人能夠掌管萬物。我哋有邊個夠膽話：主，我不必聽你嘅，我要走自己嘅人生道路。當然，如果我哋忽略咗若，決意唔理會神嘅指示，咁會點樣呢？或者可以問下亞當啊。你們豈不曾知道嗎？你們豈不曾聽見嗎？從起初豈沒有人告訴你們嗎？自從立地的根基，你們豈沒有明白嗎？以賽亞書40章21節，同一個反問詞哈羅，呢句經文重複咗4次，一個代詞哈加一個強烈否定嘅副詞羅，表達作者期待得到肯定嘅回答。係嘅，我哋知道。呢一句經文似乎喺度暗示緊，聽者不能不知道。神已經提供所有信息，百姓冇理由講唔知道。佢哋需要知道嘅，神早已經講清楚，並且一次一次咁向佢哋展現至高嘅主權同威嚴。我哋唔係以賽亞時代嘅以色列百姓，係咪就可以講唔知道呢？唔係，神嘅靈感動先知寫低以賽亞書，正係要讓我哋知道神過去嘅作為、能力同榮耀，好讓我哋確信神就是創造宇宙萬物嘅神，拯救挪亞嘅神，帶領百姓離開為奴之地嘅神。對神嘅兒女嚟講，知道就係要讓呢一啲真實歷史依舊成為我哋生活中嘅實際經歷。